一转眼，我们已经在一起小半年了。很多人说3个月就已是金婚，很快就会腻的。但我不理解什么是腻了。对我来说，一个东西好吃，是因为我吃了很多次；一首歌好听，是因为我反复在听；而一个人，我觉得自己喜欢，是因为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了很多年。对我来说，重复和反复反而是给我带来快乐和满足的。我也不懂什么是新鮮感，反而重複才能讓我越來越喜歡。我哋而家去邊啊？去海神啊，去格子啊。哦。有人想摸佢啊？呢個咩嚟㗎？呢個咩嚟㗎？蜘蛛啊！啊？蜘蛛啊！嗰個係咩嚟㗎？啊？呢個係咩嚟㗎？豬籠啊！豬乸籠。格子啊！小格格。你話餵完格子食格子啊？係啊。